每一代的歷史，總有那麼一個時刻，你必須選擇從何開始。不是明天，不是1年後，而是今天。我們活在當下，活在當下，我們再也無法假裝。我們繼承了一個美好的星球，擁有在陽光下閃耀的海洋，為我們呼吸的森林，以及觸及天空的山脈。但我們也製造了深深的傷痕，污染的空氣，充滿塑膠的海洋，以及默默消亡的河流。這不只是一個人的錯，而是昨天所有選擇的總和。但今天，我們有機會寫下一個不同的故事。未來不會是天賜的，我們必須自己創造。奇蹟並非唾手可得，選擇才是關鍵。勇敢的選擇，必須有人率先做出選擇，才能證明未來是可能的。MPM 不只是一台引擎，更是一顆為世界跳動的心臟。它代表着能源自由的概念。它以具體的方式證明了我們可以在不破壞自身資源的情況下擁有無限的能源。想象一下，一個港口，巨大的船隻進出港口時無需燃燒一滴燃料。想象一下，火車無需電線或鏈條，即可跨越大陸，也不會在空中留下任何煙霧。想象一下，工廠、學校、醫院，甚至整個城市，都由一個安靜、乾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提供能源。這不是夢，也不是科幻小說，它就在這裡，就在此刻，只取決於我們。世界不會自行改變，但如果我們不再指望別處，它就能改變。如果我們開始互相信任，它就能改變。如果我們明白最強大的能量是齊心協力的意願，它就能改變。我們不需要英雄，我們需要的是擁有勇氣做出非凡選擇的普通人。每一天不採取行動，就意味着我們未來的損失。今天我們可以決定說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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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奪走了我們孩子的生命。MPM 不是一件代售的產品，而是一種服務，一種承諾，一種承諾。為所有人提供無所不在的清潔能源，不受任何限制，也不附加任何對環境造成影響的條件。我們的任務不僅是生產能源，更是重拾希望，因為沒有希望就沒有未來。真正的革命並非機器，而是相信我們能夠修復已損壞之物的信念，是堅信只要我們今天開始，就不會太遲。選擇改變意味着擁抱責任和希望，意味着相信我們日常點滴行動的總和能夠匯聚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改變浪潮。清潔能源不僅是一項技術，更是一種看待世界及其自身角色的全新方式。我們有機會建立一個由自覺選擇、對話和尊重組成的社區，讓每個人都能感受到自己參與邁向真正永續未來的共同旅程。當下的每一份投資，都是對未來的一份愛的宣言，是對即將繼承我們今天所選擇的土地的子孫後代的愛的宣言。加入那些決定壓住合作和共同承諾力量的人們，讓這份愛成為我們參與改變的意願，指引我們勇敢地邁向一個值得我們充滿希望的未來。MPM 是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能量，它就是未來。現在就開始，懷着敬意和信任，喬治·澤馬尼，機械推進發動機的發明者、設計師和製造商。MPM 從0到500、1000、3000、6000、12000、18000千瓦斜線小時的定時產量。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為什麼這麼低？是的，試試看，也許應該更低。真正的革命，真正